各位学生好，面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珠。到桃园夜到尾有一群阿伯，当日过等同幸福快乐的日子哦。佢哋上嘅鴨卵，唔但止冇出上面，還個大啲鴨卵嘅卵棒都會當面嘅咯。另外呢，到底係乜嘅牛雜料理，不要到呢度係嘅總統，來到夜到尾食過後，當然甜餅貼，還個進來拜訪咯。今日就聽聽民族向下來去桃園，禮品上充滿故事嘅鴨卵料理，還個食嚟會本人親密嘅牛肉大餐哦。來臨。桃園是要去注意，就會看到配山面海，天地景觀都當足。順帶太康海發展起來嘅大海區，農牧業都講景當好，物產豐富，客家人咩上菜來到呢度嘢，呢下就聽聽老祖公嘅腳步，就下來去探索大海嘅美食文化。大哥，曾大哥你好，哎呀，我做得過來嘅老爺請。哇！鄭貴府大哥，為了年紀大嘅阿爸。嘅天正行經營摩托腳鴨料，對天之業轉到養殖業，也過後腳鴨嘅變做家族事業。鄭大哥對摩托理想嘅堅持，還有大海嘅河山河水，腳出來品質良好嘅鴨料。要到咁多鴨味哦！總共全部大概7000多隻。7000人在的鴨味多了，哇！可能比太海呀，岛边人口更多了哦，有那麼誇張嗎？沒有。我還談過你這邊的鴨子啊，生出來卵，加個卵毛，比那邊賣的還較綿密的。因為我們這邊養殖是用放養的，全台灣現在應該找不到幾個地方有這樣子的放養，因為要動態的空間，對不對？對。然後我們的飼料也是用沒有添加藥物的飼料。哦，我定義講是一種摩托的鴨卵料。對。放養也很重要哎，因為看得到這邊那麼大一片，已經做觀光遊樂區了。為了本鴨味有很較好的生活環境，鄭大哥用太康海寶罐嘅水來吸，當然都會洗鴨料。對鴨味來講，3度強力嘅水，倆做得講就係5升級嘅粗手味哦。沒難怪佢哋看起來仲係無色無味嘅樣嘅。因為鴨子本身它就很愛乾淨啊。鴨子很愛乾淨。對啊。剛才我做嘅個奴才就說哎。對啊。每天都要當鴨奴才。對啊。當然就要洗。可是像我一樣抽海去過後，這些會流到那條邊去啊。哦，我們是把它洗到那個池子裡面，然後讓它沉澱，然後再讓水流到。跟那個後面的稻田跟那個種菜的，讓它有養分，然後跟它共生，哇哦，變成一個自然循環的。就係裡面你講，就是裡面沒有給它吃藥，不是說排出來的東西咩係槍誒。像有機肥料啊。哦。對。按那沉澱，可不可以都填通去哦？然後沉澱完之後，我們再把水放掉。哇，呀，應該100糖豆案呢，是不是全台灣只有這裡有啊？目前我看到是只有我們有啦。真的哦。對，因為會跟附近的稻田有一個共生的效應。哦。流通嘅水球阿伯老田強生，我看到一群搞得動歡喜嘅阿伯，就像係做得糖豆富區農民歡喜嘅手上。不過鄭大哥對阿伯嘅用心，是唔單止用啲環境保育蛋糕哦，飼料還較係特別注意。大哥，因為我們一走靠近阿伯，全部只有槍槍，它不是你養的嗎？哦，因為它是我們放養習慣啊，是有它們的天性，也是會怕人。哇，真的是，那它如果都不會唱棉花，你怎麼知道它有不偏毛啊？我們會看它的活動力，還有它的羽毛。可是那麼多呢？對啊，可是我們看它走路的方式跟活動力就有差。哎呀，有很多鴨倒閉，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鴨子已經進空了，全部已經上冬夜。可是我是要給你們吃飯呢，進去好了。我們想要來餵鴨，因為來我太上蓋大聲公，全部鴨都不見啦。
的生马该，这是什么？然后一般的饲料有嘛冇可以用吗？基础的原料就是有玉米粒，然后一些面粉、鱼粉、豆粉，然后还有添加维他命 C， 还有那个氨基酸。维他命 C。对。但是我要吃美白的东西给鸭吃。对啊。为什么阿北会吃维他命 C？因为维他命 C 就是让它增强它的抵抗力啊，比较不容易生病，然后身体状况会比较好，以不用药为主啊。对，因为用药的部分我们都用天然的氨基酸跟天然的维他命去代替。哇，所以讲啊，泰国要有两线那种定制的个饲料啊，这真的是成本高出很多对，比外面的饲料成本大概高出1成半到2成。像这些鸭子啊，人春夏秋冬要穿不一样的衣服嘛，要不一样的照顾方式。那阿北有本冇春夏秋冬啊？夏天的话，它因为采食啊吃的比较少，所以我们要时常要去赶鸭子下去喝水，就让它游泳，不要让它那个热到，然后我们夏天还会加那个电解质，因为夏天它喝水的量大，它本身电解质会失衡，所以要加那个水禽专用的电解质。哇，对。真泰國當食材，外菜嘅名料理，可能無從也得教水鴨安重要。經過平常時對鴨味發通力嘅觀察，真泰國未直接調整鴨味需要嘅滋養。當日嘅一天，真泰國還冇叫鴨味教水，都係為食嘅時間，你唔會伴鴨味上來食，但都全部都係用心呈現啲鴨卵蛋糕，鴨卵總算上場了。哇哦，壓到 TPA 就會上到低度哦。大哥，我想請問你哦，我覺得啊，你專門準備這個產房啊，真是太可愛了。阿北會去嘎上跳一批上卵哦。它會從外面然後爬這個階梯，我們做一個階梯，然後讓它進去生。可是它怎麼知道它會上卵，它就會這樣呀？它為什麼不會隨地就這樣生呢？因為鴨子它本身產卵了，它就需要找卵的地方。我們這是放那個粗坑啊，米坑。一定會起碼有圓的地方這樣子。對，然後讓它有安全感，然後圍起來就是有安全感，然後讓它生在裡面。那阿北东西会不会很多只阿北 Q 哈一起生？有啊，它会轮流排队哦，会排队。这个篮子生完一只，然后再出去，然后再生。你看你有听到吗？这个篮子里面排队来生蛋呢。这篮子昨天就有七只鸭进来生。真的？一只生一颗。一只生一颗。起了呢？哇哦！很有成就感呢，你替一百真的接嘎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对啊，如果让它能够生得很安心啊，就是让它生得很顺利，然后很多，那我就会很开心啊。强拍摄嘅浪河，浪，當然飲起鴨卵嘅時節，真泰國還冇詳細嘅出，真泰國人嚟講，我早來出咯。漳州的保留卵殼蛋糕黏嘅卵泡，每本卵做得看內邊，帶定整體個用心嘅成績，每本係對生下來嘅料理充滿期待的。高師傅，你好，我來耶！哎呀，只有成張娘媽真來齊嘅生鴨卵哦，做得人有好做料理冇？好，沒問題。做白菜嘅江明義師傅，14歲學師誒，做一行40年嘞，也嘅老師讀嘅菜譜，唔單止適合傳統老菜天天，隨時就做得想出新嘅調味，對各種長輩也嘅孫誒，更加享受嘅料理嘅菜式，一下傳統嘅招牌菜，其實冇一樣唔曉得嘅哦。高師傅剛提出料理，我趕快做嘛嘅養生蛋。養生蛋。對。可是鴨雞卵啊，這個鴨蛋好像它本身就是超養生的。我看那個蛋早上去那個養鴨場那邊它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又好，本身就很養生了。對啦，它鴨蛋總是比雞蛋好的，因為它的粘稠性比較濃厚一點。對。聽說鴨雞卵黃蛋黃很厲害，對，真的哎，好大個哦，這麼大一個哎。
鸡汤，两个黑，两个皮糖，加多少？全部。全部哦。对。这用嘛该？鸡骨头啊，鸡骨头还有鲜奶。要放鲜奶。对，鲜奶下去比较增加它的滑嫩度。真的。对。不是，人家讲的量要压软，牛奶还有皮糖，就这样，这三样东西加下去，把它打好之后，就好去蒸了。打匀之后，对。卵冰熱雞湯撈牛奶打完過後，啲黏黏嘅卵糖當個一定會感激好看香，個加熱冇係肉，增加口感。前面整嚟半點鐘，人哋第一次按落料理，養生嘟嘟卵就好食了。接下來師傅要展現佢嘅自創按落料理。師傅，我第一次料理我搞眼做乜嘅？黃金百福煎，我們要先煎皮，煎這個鴨蛋皮。哇，按功夫哦！一般來講，我們用個潤餅皮啊就好誒，然後我去給煎皮哦。潤煎皮也可以，但是它的口感差，我們自己做的比較不一樣啊，因為我們這個是屬於防水的。防水的皮哦，真勁哦！它如果像說我們要包什麼東西，它放1個鐘頭之後，像海綿吸到水，就會軟軟的。泰國會搞很多不怕水的餅皮哦，可以防水的，太神奇了！來，我們趕快來動作，要怎麼來做？這什麼？這什麼？太白粉先加下去，然後麵粉2比1，太白粉2，麵粉1，然後再加2個鴨蛋，2粒卵。看一下，都帶一個可以防水的餅皮，我用了編出來。好，再來我們就加一點味道。來，這個是調味料。這個調味料加多少？這樣可以。這調味料是什麼？雞粉啊、柴魚精、香菇精調在一起的。我們沒有問味精嘛。對。雞粉好，加鹽，還有什麼呢？然後加自來雞湯2瓢。自來雞湯在哪裡？亞中卵啊，人都種豆腐用的，動八動卵，韓家裡面整卵的管很這種卵香啊，真緊張的，像是在吃這種椰卵布丁一樣，好 Q 好嫩哦。自來水，我越來越發現你的幽默。看大哥叫我加水，不是的，那個2瓢就好了。自來雞湯，水就水啦，加兩勺的水落去安尼。我睇認真呢，三老郭師傅嘅手口撈到真緊，不過看到郭師傅撈片米粉、麵粉，還有鴨卵攪勻過後，就做得準備來煎防水餅皮了。哇，我覺得這個很像是台式的可麗餅呢。讓它熟就可以了，因為看表面，它像這樣它就不熟嘛。啪啪的種的，對。底下撈起 Q 起來，它唔會會出破爛嗎？不會啦，你要火控制好就好了。所以煎着餅皮，也給充點，還加給火味太色。對，你要控制。哦，好了，好了，按鈕就 OK 耶。很燙嗎？很鹹味。帶鍋子拿，鍋子拿，然後。哇，你看一下呀，水紅就低耶，有沒有看到？泡泡會像一張宣紙一樣。剛壓鍋買了吃100，8分滿，對不對？對。這麼乾該不會有一些爛孔啊？會不會太厚了？對，太厚了。要轉了。要轉一下，各位等一下，等它沒有那個白白的地方就好。有一些白白的它是屬於鴨蛋清，因為你打不過勻，它就會白白的。看一下，因為它一下下就好了，就種可麗餅用哎，當泡案哎。旁邊已經開始，這樣就好了嗎？可以了。哎，你看拿起來就會挺痛的嘞。
看一下大哥的那个泡的像一种宣纸一样，而且啊，你看它这个 Q 度，有没有看到？来唔会团呢，但将来就是有一些像人家嘅麻糬糍粑用的，等下洗起来一定懂 Q 哦。师傅做嘅防水鸭卵皮 Q 又成啊，高配层嫩豆腐，还有冇海牛、老米嫩子。再過嚟來留睇蟹睇出嘅快菜來增加口感同香味，泡差唔多5分鐘，變到擦擦過後，留起來拌盤。黃金百福建就算完成了。殺下來嘅菜就交俾四師傅來聽數，看四師傅流利嘅動作，爭幾分鐘嘅功夫，貴州嘅澎湃，散發出裊裊香濃嘅好味息。哇，師傅還有孫子哦，我看啊，你們都已經各自得過很多獎狀，好多獎狀，好多獎杯這樣子。我是很榮幸都在羅亞島畢業生啦，吃到師傅還有孫子的菜，一定要來吃吃看。我們今天剛剛老五後座位這個，这个是你的作品吗？對，然後要出菜取叫什麼名字？黄金百福剪。萝卜外面是酥酥脆脆的，底肚含冻圆圆，含港的底肚去包的各种皮料啊，快脆啊、肉脯啊、卵啊、豆腐啊，落落去根本就会清白米的大皮耶！你这研发出来真的黄金百福，吃下去都觉得自己很有福气了。是哦，那以后多多来吃。很满足啊！而且师傅，你们在做料理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拿那个鸭蛋回来，以 TPA 讲啊，特别说这个鸭蛋有没有很香很纯？其实我们吃下来是这样，你们做料理的时候也会有感觉吗？当然，特别是蛋黄的部分，它绵绵暗的，而且啊，大家都会咬下去，它去鸭卵的香味啊，讲真经的哦，虽然讲已经泡过剪过，还是一样蛋香很浓郁耶。逢感色嘅鴨卵當汁卜，皮蛋師傅嘅好素泥，脆脆嘅外皮，特別快脆貼皮嘅香味，還有豆腐、老母海牛滑滑嘅口感。然後面是啲再度融化開來，未融化嘅食嘅人嘅心肝。鴨卵料理還有當多種變化，新師傅上場，阿公嘅好素泥按針到。唔知佢親手搞出來嘅小師傅素泥樣板呢？師傅，接下來我要吃什麼？就是翡翠金磚。翡翠金磚。翡翠金磚这道菜是我孙子炒的。是。这个很难呢，松波要做这种叫金沙，对不对？对。要弄出来，那差1秒就變成焦糖了。老奶色够太師傅做嘅 Q 用好食。對，謝謝。而且伊米亞做迄嫩豆腐啊，迄個目前會發叫爛體。油溫不夠的話是不會硬，會整個散掉。看起來賣相也不好。剛要出一口是剛黑曼你搞很做誒，還是我爺爺。真的，這個你剛才講啊，黑做一還就有失敗，就會做不好。偷偷問你有失敗過嗎？有。真的哦？啊，爺爺知道嗎？應該是不知道。他做菜如果不行，我看到我都跟他講，重新做，我們不要拿給花錢的人，那這樣對不起人家，也對不起自己的職業道德，所以我管得很嚴。東洋條案，非常的嚴格，這樣。有一個阿公先生，細師傅嘅素泥真經係無數年咯。做菜時節，我會後生人唔知頭天嘅樣嘅，看佢出嘅樣嘅，細師傅成行已經有阿公從二開始嘅樣嘅，唔是1分鐘嘅功夫，一出菜就好食咧。師傅，你剛剛講啊，我老要給亂整都按講光滑的表面，你有說要那個讓它有點空隙，對不對？對。真的很光滑哎。不能蓋死，對啊，蓋子不能蓋死，不然的話它會蒸發掉，就會這樣。唔會平的吼。亞種亂啊，人都種豆腐用誒，動八動亂，韓家因為整亂的關係，嗰種亂香啊，真勁重呢，像是在吃嗰種
椰卵布丁一样，好 Q 好嫩哦。是啊，我加的鲜奶又比较嫩一点。嗯，而且啊，真嘅有讲哦，亚出料理啊，酸黑色出的嗰种鸭卵的原汁原味。不是我吃海底捞哈呢，嗰种鸭卵呢本身香气就浓了，是落去有冇错讲，规则嘅充满人嘅嘴度。是的，按豆用菜其实很好了解，根本你有看到，嘿，阿公就是大厨郭师傅，天天给孙子穷下来，老人分享料理。郭师傅，我想请问哦，你本身啊，有那么多历代的名人哦，都品尝过你的好手艺，你会觉得说，这样子当中你有得到吗？该成就感吗？参加比赛嘛，就都名次都在前面。那你都已经是当了这么厉害的胎重普师哎，做嘛该喊位兄公而去噶来开一间小小的店哦，都要胎海呀倒闭。我们上了年纪嘛，就该退休了嘛。那退休，我想我身体还不错啊，还很好啊。如果不找一个事来做，那躺在床上也睡不着，就翻来翻去，时间又不好过。那就找一家小店来过过这个日子嘛。然后一样就把每一道菜以我们的想法，把它每一道菜都做好。所以刚开始我们开到这里，根本是没有人潮的。所以开了1年多，生意就忽然都爆满了。所以一个介绍一个一直来，所以大家都说我怎么那么勇敢，开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呢？我说如果你要开漂亮一点，我们也没有钱，客人来他纯粹尝美食，不是来吃装潢的。所以我们就退休没事就搞小小的就好。在这一行做了那么久啊，你要怎么去做好？我刚才也讲，不是厨师帽一戴，厨师装一穿，你就是厨师。既然要进入这一行，要做这一行，我每一道菜都要做得比别人更好。我好还要求更好。可是爷爷，你那么严格的老师，你知道对孙子好压力会很大。严格的话不会成功的。不会啊，做菜很严格而已啦。这么棒的一个老师，我想孙子也要当爷爷的学生，应该有点紧张，有点压力哦。各个环节，然后每个地方都要顾好，都要顾好，不能只做一个事情，然后没顾好旁边。可是听说你2岁就可以试红哎，对不对？为什么2岁大家都刚开始学走路哎？就只是那时候觉得想在厨房里面晃晃，看他做事，就蛮有趣的。后来也是差不多4、5岁才开始会帮忙。4、5岁哎，4、5岁都还蛮快，是读幼稚园呢。有时候被骂觉得不太舒服，可是想要可以做给别人吃，别人吃的高兴也觉得蛮高兴的。好，加油！郭师傅啊，对家嘅孙呢有很大的期待，就将自己用时按用韩国嘅一团料理人生这么辛苦的路。当然呢，现在把这样的寄托变到孙呢省后面希望老按用嘅后面西周的传承下去，而且呢，同时把这样子传承下来的手艺啊，把韩卡懂跟你做的是来到。师傅要加油，更要祝福孙子伯恩更上一层楼这样子。未来的阿基是接班人。原来料理才情真正是做得强总嘅。我哋郭师傅屋下看到2只阿公对料理嘅理想老坚持，一出创意料理，实出嚟种朴实对料理嘅用心，对食材嘅尊重。但后次次嘅食材都有2、3人清单纯简朴嘅心意。细细嘅店面。唔求名利嘅郭师傅，传承嘅唔但只系好面食，还有料理嘅精髓。冇想到，伫巷弄地度，才看到了6000几个台主厨，细细店面地度做出来平民嘅好面食，面食本人久当难听标题。接下来呢，民族嘅团队将英国总统嘅美食记忆，嚟到台湾嘅老艺术中立。你请看那传说地度讲嘅英国食谱，唔哩 ？Hello，哎，陈太公，有面准来咩？你好。
出色嘅美食專家哦。莫看日式世界菜市場按摩，攤販提供嘅係青菜天清奇又多樣化嘅食材，難怪會係正泰國當日前後都來嘅素菜。但你看嘅市場賣牛肉嘅哦，我哋一天哦2-3年嘅哈，係啊，我計計哈，我等下會來唔得哈。做那邊嘅？做得頭前，過嚟看啦，好，前輩啲啊嗬。你牛肉攤位到咯？都得見咯。係啊，哦。劉干陽劉干陽你好，做你嘅溫體，所謂的溫體牛肉啊，你們以前吃哎，可是亞洲牛肉不是有很多是澳洲的、美國來的啊，從也倒閉嘅嘿。呀，就人家做台灣本土鮮熟嘅牛。台灣的。係啊。哇，台灣呢，那就是黃牛。係啊，差唔多都黃牛，所以講人家本土鮮嘅肉一炒哈，就還有嚼勁，還有原汁原味嘅味道，是。新鮮嘅牛肉攤，亞洲邊賣嘅係現製嘅牛肉。正泰國是係接受嚟亞洲邊買傳統豉油嘅牛肉食材哦。不過正泰國講，要到特別嘅部位，還要提早煮活，將做得買得到哦。兩個係牛客輪。係啊。我是看過，而且我做亞個節目做嘅第一次出來就會做牛客輪。牛客輪啊。所以這個呢，我已經不害怕了，已經過4年了。那兩個係？兩個驚啊！我當牛嗰個風度喺牛肉40位，係佢哋喺頭前嗰度位啊。誰都懂槍哎。係啊，主要牛肉的度啊，處理到槍力。大擺那個肉嘅滷味，剛哈，那種 QQ 味，好好吃。唔係啦，你話個作婦嗌家人講牛肉40位，你係佢喺 T30位。這是胃。胃啊，係啲牛嘅胃啊，係啊。你講到做嘅乜嘅抹布啊？唔係啦，喺牛講牛，喺牛嗬講喺客家人講牛插嘅啊。呢啲牛嗬叫我一層層過濾嘅東西啊，你嘛？這個是外層。對，哇，你有冇想到啊？牛凍倉係用過嘅做布啊？是，但是牛啊，客家人最愛食嘅炒薑絲啊。這個是不是身體不好才黑黑的？來，你係蟲嘅吧？來，等一下，你冷靜一下。來，放那裡。我先拿一猕猴誒，尾巴部分。哎呦！高茶的抓住係梅啊。這是頭啊。對啊，抓喺底部，抓喺牛嘅頭先，抓喺梅先啦。我不敢。看到個拍啊做冇，迄體力嗬，然後咧牛拿嚟去裝備拍來，個點都做冇健康。人家都冇咁樣誒。牛肚啊，牛嘅毛肚，哦，那毛肚，毛肚，那這個一定，這個是，該不會是牛尾巴吧？抓出來的牛尾啊！啊，抓牛尾啊，抓最難處理嘅，你看你要處理到很槍哦，所以講你要慢慢地去烤到佢清槍啊，樣嘢。看睇，抓牛尾先，抓出正嘅當有膠質啊。對，一定係有做過按牛嘅料理，可是一定係剔白之後，把它已經切到一節一節。我看到這麼完整的，其實剔白看過來。哇，好害怕哦！癢癢誒！你還看到當害怕，都煮好啲作當啊，就當好食咯。這個最後一個這個我也不敢呢。日本團你買個東西，你轉過來。牛舌頭啦，牛三馬啦，啊，牛舌頭通常炒芹菜，客家人哦炒豆豉醬，一定好食的呀。所以我哋傳統當有名的呀。真嘅，而且因為可能佢個三馬凍盤呢。佢大下哦，當個磨牙齒出口了三馬佢見了做，然後佢結束見到咬團一吞了都是，所以看到佢三馬樣嘅哈。哇，亞根亞就端正冇看過誒，人家說好吃什麼就補什麼，他就食三馬補三馬。哦，補三馬係啊，兩件咩多三嘅話係啊。我行路到廿幾年來，揭上揭下，已經本愛了解到豐富嘅好美食，冇想到廿擺真見本愛太開眼界咧。
泰國講嘅分別當到牛嘅食材，不過泰國講還有一樣特別嘅部位，就係叫乜料理嘅重點麼？愛金幣哈，聽到當特別的東西，我老頭講有聽呢牛鞭啊，老闆娘愛聽呢牛鞭好嘛？好啊，幫你留咯。拿來。天啊，我老師講過哎，來，你還會寵的吧？來。等一下，你冷靜一下。來，你吃飯那點吧。先拿一樣米好哎，尾巴的部分。哎呦，高茶的抓出迄梅啊！這是頭哦。對啊，抓迄底部抓迄牛的頭節抓梅節啦。我不敢，好長哦，也太長了吧！它要有一公尺按頭哎。一公尺長哦。啊！對啊。天哪！你還記得感覺很像筋哎。對啊，抓出牛節抓幾條筋啊，抓斷去哦。牛鞭最難的處理底部都幾個割開來，出啲毛哦，底部有牛腥味啊，對吧？所以講我哋講哦，唔你哦，我下煮好本事咯，你一定回味無窮啊。老闆娘，嘿，請問一下這種怎麼賣？一條600塊，老闆是老主顧啊，算他550就好啦。哦，嘿一條600元，那它是有怎麼樣稱，還是說？沒有，就算整副反整條正啊，這樣。牛鞭算條誒，越太條就越厚啊。越太條越厚這樣。偷嘅按到牛嘅食材，看來佢們呢嘅料理絕對係超高級嘅哦。但像係上愛像軟唔係鯨豚後冷水咧，真正到泰國啲重大嘅傳統，愛就想好好復記一下。唔過在泰國講，蘇杭嘅食材會變做好食嘅菜，行愛家庭一位當重要嘅師傅來聽數。賓主，是介紹我傳統的泰師傅主廚，一向總啊。哦，總太祖你吼，我係民族。做26年了哦。真勁哦，泰國家就拜託唔講我了。哦，行，你哋幾多做？仲一名師傅26年嘅料理經驗，亦是係一件全牛傳統嘅高級師傅哦。對牛嘅料理中意，行卡次性素英好意。落幫招募結構已經充滿了香味，牛肚講炒薑絲已經好食咧，聽得太粗香味，生下來也出太菜，然後好把握也好食嘅幾批章做得咯。鐘師傅，那呢就是泰國人來講啊，像這個牛鞭啊，說很少人吃，是因為你冇處理好一把給會很難吃懂出熟這樣，有什麼秘方？你一步一步教我好冇？好啊，有牛鞭先啊通過，一定要通過。迄個冇通過乜用誒？冇通過當出熟啊，要呢層皮要是剝出去。哦。呢層皮啊。故說要通皮了，然後要給薄薄一層膜，要給出體，是不是？哦，師傅剛才你會通皮通幾久誒？差唔多5分鐘。5分鐘。可是你不是說通它，給個皮會落下來一樣誒？唔會落，等下你通差唔多時間差唔多時，我等嗰層皮你要是剝出去。哦。從師傅講掠出牛鞭，天朝會先用滾水通過，將做的出體出香味。唔過事前處理，還要加啲功夫，用滾水燙1-2分鐘過後，一流起來就會水用冷水沖幾分鐘嘅。過後將做得了牛鞭出體皮，看起來要完成掠出牛鞭太菜，真經要動到功夫哦。哇，師傅，你通好嘅嘅牛鞭。變到係用骨啷啷嘅。你當嗰一層皮要是剝出去，兩下就搞唔。好。哦，割咗下邊。哦，那是剝出去，好你自己剝。就真係拆開來哦。哎呦，還有溫度誒。哎呀。剝出去，俾我哋味道。很通哦。全部是白槍來。哇，一層皮係冇剝嘅花咁做唔得？他冇食的。冇玩好食係冇。這怎麼辦？讓我聽數一下。就出力白啊。哇！啱到佢炒下去咯，安尼。你要白槍了吼，食當好食哦。真勁哦。哎呦。因為我想說摸起來，剛剛看到它是已經規紮很硬高高的。對啊。迄個攞佢皮除太過後，要怎麼處理啊？總不會按用規條的就是，還是就是用這按用來條啊？去切片。真勁哦，切到薄片這樣子哦。弄一燉5骨嘅。哇，我說我老一個5骨嘅叫下去來薄哦。去燉。去燉啊呢？燉中藥。真
春皮啊的换药菜，为什么它要这样子的搭配呢？你要搭皮？十全大补汤啊！呀，叫做十全大补汤。开补汤，这个要搭皮嘛该作用。哦，头南无汤气哦哟。会汤气哦。两寸牛鞭包，了摆是系正经，唔样式太浅，竟然系用五谷鸡来煲皮汤。先拿五谷鸡汤熟过后，撒下来就系要处理牛鞭了。两牛鞭按用的切，咪系当油好焖嘅。那这个要怎么切？按用来切？切哦，就这样拿着，这样。哇，好厉害哦！这样切。哎，师傅还看懂用力嘞，很硬是不是？对。天哪，师傅，哎呀，这样底度上了岸呢耶！你蹲起来动到胶质。而且你看一下，那外压一层 QQ 的胶质，这里面都是哎。哇，你看看，其实按用动用软心呢，其实啦哈，动枪就会看刚个筋，对不对？就很像筋那样子。牛筋就像牛筋，因为你看这样子弹，它非常有弹性。牛板叶。我是不知道。然后到位全部就会紧，你给我看，就像你都是那种半筋半肉牛肉面的时候那个紧呢，那种 Q 感。Q 又弹，而且啊，你讲年代会有那个粗响力，这一点味道都冇哎。米糕嚟啊，米糕完全好啊，你啊，好好吃，春天冬对不对？用米酒去炖的。这豆杯啊，全部都会胶质哎。对，咬啊海衣，而且真的有一些聪明家叫做把它擀捏过后给果冻。那种口感，而且咬下一个会，我们吃到一个三麻，还不会黏的一个牛鞭，粘在一起了。走后一起。师傅，你切都按太枯，这样子好咬吗？哦，炖必老。炖不老。哎，炖不老，是要 QQ，等我说。真紧哦，哎，越来越唔会讲的嘞，就不会像起黑那个牛鞭，就不会害怕了。无怪也出牛鞭包，做得变做系传统嘅招牌菜。除咗牛鞭攞五谷鸡以外，还能爱加嘅柑橘、紅棗、熟鐵棒、黃芪、柏樹、當歸幾下種藥材。師母攞到按樣出完成了，請好時嘅就係煲煮嘅功夫。大約3點鐘，列出牛鞭包，掌聲好食。好味是喺眼前，我已經等唔切，想要來實在空咧。泰國還有師傅，我老娘就講哦，其實我做一個節目啊，第一集做嘅就是全牛大餐。咁根本你做呀，其實除了亞嘅我有名過以外，其實這些哦，我還蠻正經，然後給去給它處理過這樣子。所以今天也是開了我的眼界。那個十全大補湯哦，就例如都清波米當壓軸。先來看看這幾樣菜。那伊面係可以了，就唔知對那用吹口是誰的嗎？落地牛肉才是沒做的。那個狼盤先生是不是？好，里面還可以有牛肚，還有這個是牛腱，還有那個飯條。那我就一起吃哦，各位會配一些香菜，對不對？是的，當爽口快味，係咪？你看肉牛肚，好 Q， 好好吃哦。而且人家卤的時間哦，老普通又唔係按鹹，因為人家鹹到一攪嘅飯條味，所以講老普通嘅味道都冇同樣。而且有嘅有一些奶油啊，溜老啲皮香好鬆來啊，各位表一些香菜吃東西，真嘅會凍開皮，吃到講一食下東西就胃就開了。搭出菜都有家嘅使命，招牌飯條牛肉。用老香熱味嘅牛肚，嗰搭皮飯條，辣椒味、香菜也都調味過後，酸酸甜甜融入醬料嘅香味，係清好味清茶飯嘅菜，清爽好入嘴，
接下來今日嘅主角就係上場了。镇店之宝就是那十全大补汤。那是火，这个吃了是养颜美容哦，是不是？雄壮威武哦。雄壮威武就要靠你们2位。男人吃东西有熊的个爆发力啊，女人吃了有母猪的生产力啊，给广生罢了。百发百中的意思。对呀。哇哦！看到底下底啊，个牛鞭啊，可能拍青条切土，有看到啊连块也都夹起来耶。太滑嫩了，真的好 Q 哦！哎呦，养颜美容哦，然后拿一了，讲啊，你拿下去了，用半夜。是唔错啦。然后到胃全部就会紧，你给我看，就像你都是那个半筋半肉牛肉面的时候那个紧啊，那种 Q 感，Q 又弹，而且啊，你讲年代会有那个粗响味，这一点味道都没哎。处理过了呀，要处理过完全好啊，你啊好好吃，春天东山的。用米酒一炖的。这豆干啊，全部都会胶质哎。胶质啊。对，咬下下去，而且真的有一件像人家那种把它擀捏过后嘅果冻那种口感，而且咬下去过后，我们吃到那个三麻很不会黏的那个牛鞭粘在一起了。那种汤头啊。我觉得啊，迄讲你会讲那种番油出来的米汤，你切推会冻好呀嘅米汤，因为呢，它地度唔会有一种吃出来特别的苦啊，还特别感不会，它是其实是偏甜的，里面落过冻冻嘅柑橘落去安呢。我必须要说，要真给我来试试看啊！你知道我弟妈讲很多牛鞭的好尼西。因为这个味道啊，因为它本身会懂好生牛筋的人，因为我知道那个像我们很常晒太阳，皮肤变不好，很喜欢补充那种高眼卵趴。大家给啊，你看，看它已经自己弹出我的碗，太 Q 了。冇想到牛鞭撒喺啱樣軟又香 Q， 口感快又凍又高質。用五谷節煲出來嘅皮湯，米是甘甜溫潤，還較滋補上癮。然而一出泰式牛肉冷盤，啲在烘酸甜老香味結合，還較係特別咯。師傅，像你做下牛也的料理啊，你本身來講都亞健點烘就已經做了20年了，對不對？嘛該年因本那種堅持行下去咧。是都咩對身體好啊？因為是錯呀。因為做按久的啊，冇想講退休講，也遇到挫折的時候，冇想過不容易。有效啊，這種。啊，真的有效。有效，這種有家對健康按好，我是介紹同有家嗰種很熟按樣嘢。因為來之前就慕你們店的名而來，因為地公有當到你推嘅總統，你嘅總統都來生。你看，其實你是很多重要的人背後的那個有沒有吸引他的一個關鍵？你自己不會覺得懂點我嗎？還好啦，就是不然你間店是不根基嘛，該是有一樣路才出名啊。哦，你種總統你就讓我哋實地實踐他大補湯啊，很有名啊。當都按牛嘅飯唔會錯，很開心。當然歡喜啊！我就按樣呢，大人物來，當然真歡喜啊，樣啊。我覺得是背後很大的英雄，這樣子都做下啲都人家都看唔到，但你又撒係主要的靈魂啦。咁整泰國咧，其實你睇下家就成兩個講到講，你本身係做設計嘅，跳落一個鹽分，落一景點。對，景產品。都一講起咗回顧到20萬年，後邊創造一檔好食嘅客家嘅牛肉，還是到一個牛肉店，食材一個梅湯、青河，而且一個料理青島種，講正經嘅，牛頭食到牛尾，全部水到。那整泰國藝啊，導業打岔一下，是不是你都愛上這間店之前，其實你是先愛上中式？你偏偏係給煮嘅呢？當然，當初其實
爱忙叫省点时间，我哋师傅来完全就不说是，来就第一个，当然颜色的彩一点，但是当时爱从一色的，那个头家都有啲嘅姻缘，有一年纪啊太嘅啦，就讲到讲，我见讲我冇法度做了，身体又唔好，我每几个跟买我嚟食，我叫人师傅又唔敢食，因为家算。唔係講親戚，因為你生年紀，你這人也這樣見面，後面愛去多錢去接了見點，結果我就準老幾講笑咗，我講冇做得樣嚟啦個，結果做得可以哦，有嘢嘅最樣嚟講，樣唔係，我係下就當反應答應下嚟，我完全對事都冇反應，但是我就第一個咧嘅傳統，做得為小孩子係嘛。是從那個推表，因為我對設計也本來就對了設的東西哈，從頭有去研究，但是我沒想過了傳統吼，你講老佢好好擺樣，要按好菜色吼，應該會做到當好，留了客家的料理保存下來，結果我就攞佢食下來，好得講我哋的原來的師傅都厲害，全部讓我聽數，我佢比就講用心大家來攞佢相處吼，所以講我佢比無心插柳啊，今年做了20多年。所以講也點嘛，對於整泰國來講，佢感情豐富，因為講佢講到了解呢，就馬就停唔下來，最終佢開始為了傳承的關係，然後佢接下來。後面呢，沒像泰國老師傅講的，因為他們可以互相相處得很好，共同比亞嘅分享的心呐，然後人家分享傳承係也行，太棒了。咱擺來都討厭呢，總讓嘅老爺聽說做的事都按樣嘅。貼片牛太長呢。整泰國老總泰國，因為有對美食嘅中意，相互信任合作，將做得超出上等嘅全牛香煙。每本大嘅人客，啲離開嘅世界，總有一份滿足，讓唔盼得。透過美食，識到嘅唔單淨係一種美食，更加到嘅係美食背後真實深刻嘅體會。生命流轉嘅故事，經過一張張嘅奮鬥，記錄平常，唔夠有本人永遠常念嘅感動。一擺來到桃園，我看到嘅牛人對食材嘅堅持還有傳承，無論係個師傅亦不卡人對料理嘅創新，也係整泰國用心傳承60年嘅好美食。伊亦雖然冇深深嘅談談，啊唔過留啲美食地道嘅味葉，稍微停定老店嘅精神，慢慢地傳承下去。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元素。下晝好美食，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